喺邁克爾喬丹嘅卓越之道第二集中，佢談到咗負荷管理以及佢點樣喺受傷同埋流感嘅情況下堅持比賽，為所有到場觀看佢比賽嘅球迷奉獻精彩表現。以下係完整版視頻。負荷管理喺 NBA 已成咗熱門話題，諗必你會傾個事，因為你玩咗80場比賽，好多，你玩咗82局，聽到負載管理呢個詞，你會諗到啲咩呢？佢係應該唔需要。首先，你知道我從不想錯過任何一場比賽，因為呢個係一個證明自己嘅機會。我當時嘅感覺係，你知道呢，球迷們喺度觀看我比賽，我想俾嗰個高高在上嘅人留低深刻印象。佢可能為咗整到一張飛或者冇錢買飛，付出咗巨大嘅努力。你真係關心頂層甲板嗰人喺澳本山宮電睇你，當你嚟到呢個底特律，因為佢一直對我好，我想俾佢閉嘴。佢鬧得特別難聽，我一定要俾佢閉嘴。作為一名藝人，如果佢哋想睇你，你就有責任去表演，而我亦都想展現自己正確嘅。所以如果佢哋要嚟睇我比賽，我唔想錯過呢個機會。如果我個身體唔允許，咁就係我做唔到。但係從生理角度嚟講，如果我能夠做到，但係我就係唔想做，咁就係完全唔同嘅情況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職業生涯第一次遇到人生交叉路口嘅時候，本來可以選擇唔上場，但你最後堅持落場嘅經歷？剛入行，好嚇，我扭親腳回，有個隊友同我講：你扭親腳啊，後生仔，過咗坐埋一齊啦。你知啦，其實係咁嘅，你需要咁做。但係我話唔得啊，我想打出自己個名堂，我根本坐唔住。你知道，我必須出去展現我嘅能力。我想玩，我想贏，我想有所作為。我扭傷咗腳回，我用膠帶把傷口纏好，然之後又出去繼續比賽。一直都有呢種感覺。我始終覺得，即使我做唔到，我都絕不能拋下我嘅戰友。猶他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你知啦，大家都話最後一場比賽，第5場係一場好關鍵嘅比賽。就算我當時係 D 隊，我都會揾方法出去打。其實一出去之後，你都唔知自己推到幾盡，你永遠都唔知會發生咩事，係咪？所以嗰晚你出到去之後，發現自己做到比想象中更多嘢嘅。跟住你知啦，情緒、情況、球隊嘅需要呢，咁全部都推動咗我。我就諗住硬撐落去。你講翻你頭先講嘅負荷管理，其實你每日打籃球2個半鐘、3個鐘，係咪？呢個就係你嘅工作。你作為 NBA 球員就係收錢做呢樣嘢。咁你其餘嗰21個鐘做咩？我意思係對我嚟講，你應該用嗰啲時間去準備第2日翻工，或者準備你下一個挑戰。其實我係最差嗰個，又或者其實我唔係你會攞嚟做榜樣嗰啲人，或者你知啦，我想問你次次都會咁做咩？但係你應該咧睇翻轉頭，睇下負荷管理其實係咩一回事。我一直覺得，第一，對佢俾錢入場嘅球迷嚟講，呢個係一種自豪感；第二，就係要確保自己保持狀態，唔會鬆懈；第三，我諗我哋球隊嘅節奏一直都喺度，因為一停咗，成隊嘅默契就會被打亂。同埋 MJ 打咗15季，有11季都係打超過80場。